吸收了客庄美食给予的满满能量，走进头份的芦竹南，不知不觉脚步就慢了下来。小巷幽静，屋瓦红砖，越过几间三合院，再往回头看，像是走进了迷宫。光影闪烁间，有点分不清京戏是何戏，怀旧的氛围浓得化不开。你爱做马给？爆米香。哦，是小时候那种蹦一声那种吗？对。所以现在快要蹦了吗？还没，现在在1热，还没有放。哦，好。好了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香哦！青蓉哎。好香哦，米的香味。故人旧物勾起许多儿时回忆，记得小时候也常和阿婆一起揉揉面团，做做小点心。做嘛嘅？做饭饭。爱做嘅吃啊看嘛。做对啦。轻轻的把它推开。我的第一个凤瓣，好紧张，会不会成功嘞？哒啦，T 长爱做嘅凤瓣，漂亮吗？100分，做对100分，做对哪一整呢？100分，做对哪一整呢？好啊，走吧。没想到越过几道砖墙，在这儿也找到了舌尖上最想念的滋味，手做的温度最令人着迷。此刻，让人只想驻足，回味往昔。哇，爱做的 T 杂凤瓣，好嘞！冻酱哦。耶！吃吃看好不好吃？保护色。凤瓣黑故做给样型，所以呢，来到客家庄一定得要吃吃。对。像是变魔法，阳光原来可以把时间定格。芦竹南里光阴的故事还在凤瓣里编写。凤瓣黑故做给样型，和阿婆一起捏面，一起上色。氤氲的蒸汽里，我也正在写我在芦竹南的故事。